明星前贤9点了，可以开始了。OK。有看到或写过的文吗？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或许，就开始来今天的读经导读。首先，我们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。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无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处长慈悲哦，你的速度慢一点。OK。好，谢谢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故非轻，灵宝齐如引三地，莲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无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一线，说言显化在古宫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挂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武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金顶36眼将，五胆灵光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为将帅，青眼红华显神通，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深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东恶挂
身，说如来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王良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时刻，一刻待刻三刻四刻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十刻所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显发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说缘化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古籍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普通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我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子心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经邪人无说话，劳酸一法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方便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道，报事灵童差得清，三官大义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千眼文护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脸36年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升楼起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连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如来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王良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
南无天爷太保阿弥陀佛时刻，一刻再刻三刻四刻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10刻所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叶线，说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为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尔西来白羊子，香耳扁铁挂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类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物皆一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0又严将，500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娥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，扯指照起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偶方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无妨敕令记下身，说虎来也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莲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，黄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爷太保阿弥陀佛时刻，一刻再刻3刻4刻刻6刻7刻8刻9刻10刻手，这个爱想起舞诵经回向文。今天有没有特别指定回向？
史龙舟。弟子赵长明。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明。上诵经功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拨转，慈悲拨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慈高阁采纳，圣慈高阁采纳。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其所造诸恶业，我其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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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各位之前大家慈悲，或许今天导读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有一个谢谢。好，感谢助长慈悲，感恩护全人慈悲，感恩各位典藏师慈悲，各位领证，各位护领证，各位典藏师，各位领证，各位护领证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各位前贤晚安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